大家好，呢度係 KY 海耀，中山帶你睇靚房。你有冇諗過響中山有一間屋係你一返到屋企就自動切換人生狀態嘅？好直接咁講一句啊，呢種屋呢唔係話你想買就可以仲有得買嘅啊。咁我依家帶你睇呢度呢係中山海欣名門嘅獨棟別墅，佔地產淨面積314平方。咁真正令人上頭呢係佢近500平方嘅實際使用土地面積。你係要間屋大還是土地大？間屋可以改、可以擴、可以重新規劃，但係土地買一塊少一塊。真正值錢嘅從來都唔係214平方嘅建築，而係嗰接近500平方，你完全可以自己定義嘅生活邊界。先講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依家響中山你可以買得到呢一種真正意義上面嘅獨棟別墅，真係唔多㗎，唔係疊拼，唔係連排，而係獨棟四面採光，真正有邊界感自己嘅地盤。呢一種屋佢賣嘅唔係面積，係私密，係空間，係你關上門之後世界都安靜落嚟嗰種掌控感。我哋先睇一樓，你會發現呢，佢唔係嗰種壓抑嘅格局，而係一個非常舒展嘅公共空間，客廳、餐廳、廚房連成一體。咩意思？就係你喺度煮飯，細佬哥喺出邊玩，屋企人喺客廳傾偈，你所有嘅生活係喺同一個空間發生，呢種感覺先叫家。想像一下週末朋友過嚟，喺呢個位置擺一枱，燈光一開，紅酒一倒，呢個空間本身就已經係氛圍。而且你注意一點，呢一層呢係冇做死隔牆嘅，咁就意味着你可以重新定義佢。你想要一個超大嘅橫廳可以，你想做雙客廳接待都可以，甚至你可以將一樓改成會客辦公一體。呢個空間完全足夠。屋最驚豔嘅地方呢，就係我哋呢個接近200平方嘅私家花園。咁前業主呢都好貼心，佢將個院入邊最大嘅一棵樹呢係幫我哋清理咗嘅。咁未來呢，你想喺呢個空間做庭院啊，做翻嗰個花池啊，或者你可以想像個空間十分之巨大。咁睇翻我哋呢度，業主本身咧就好中意養魚嘅，喺呢個位置做咗個魚池啊。咁我哋依家都仲有幾條錦鯉喺呢度嘅，佢本身嗰個過濾系統咧係完全做好晒㗎啦，可以即買即用啊。依家我哋嚟到2樓，呢個2樓更加有意思，佢唔係一個標準嘅臥室思維。佢係一個功能釋放層，你可以做咩？家庭影院、健身房、茶室、工作室，甚至細佬哥嘅獨立空間。呢套房最狠嘅地方就喺呢度，佢唔係固定好生活，而係俾你一個留白。咁我哋依家嚟到3樓，本質上面呢一層樓係一個家庭核心層，主臥喺呢一層佔佢最好嘅位置。佢唔係一個簡單嘅房間，佢有書房、房間、衣帽間加衛生間。你每日返到呢度係切換狀態，唔係揾一個地方瞓覺。但係我仲係嗰句話，呢間屋最貴嘅唔係間屋，係塊地。你而家見到嘅係214平方嘅建築面積，但係你真正擁有嘅係接近500平嘅可支配嘅空間。如果你達到呢個預算，你有2個選擇，要麼買間屋住入去，要麼買塊地送間屋。呢一套係後者。